靠物件。Project W 报告书，8月28号1998年。拉昆阿克雷研究所发生意外 ，Project W 被认为甲实验体编号013主相 Albert 以下记为 Albert 有相关的。当事人伫这个意外中全数死亡，细节不明。根据情报部死亡认定规定标准，因为 Albert 的死亡计划达成率提到18%，符合规定受益的幸存者的数量也咧下降，必须要赶紧处理。这个状态下会当想象，若继续推行计划会发生重大的事态。但是即摆已经无备用的幸存者存在啊。过来是会当做的是，必须为选拔中无合格的人中，搁一摆选拔，搁一摆选拔了后，将因调整成符合幸存者的规定素质，预定爱互计划进度恢复到 Albert 死亡前的93%。保护伞进步局艾利克斯 W。搁有 Spencer Biggie 就是拄则接到拉昆 City 互烧灭的报告，美国将伊行动啊，这将未经历过来自外敌战乱相同的国家，就亲手毁了家己啊，真是可笑。但是虽讲是受到 T-Virus 的威胁的现实，民众嘛无法度原谅切割了10万人以上的国家。事实大伫日头之下，现在的政权已经无可能继续维持落。我无认为这是迄个查某人所愿望的。若真正是如此，嘛不难想象为何先前将苗头指向保护伞，为着暗抗政府的愚蠢行为，保护伞才会一肩负起消灭拉昆 City 的责任。保护伞也甲拉昆 City 步上同款的命运，但是这又如何？保护伞只不过是为了研究始祖病毒准备的器具罢了。器具就算脆啊，内底物件只要无代志就无问题。互人困扰的是器具内底迄互人看袂落去的无能成员，只要会当守住始祖病毒的秘密，无时拢会使再起。为了这个准备，不用一时查处。80年代末期。虽然成功培养出过去一直失败的始祖病毒，但为了会当严密的管理工具来源的限制，伫非洲研究所的所在地互以严密程度控管着。就连公司内部嘛只有部分人员知影，人员移动嘛尽量详细化。为非洲研究所调走的人员。之后也是互紧密监视，为了这时间，所长培理将近30年，敢若邮币般的伫迄研究所做工课，之后只要命令关闭甲非洲研究所关掉倒啊，安尼话就会使全部按照计划进行。保护线所有的资料顶头，消灭了。非洲研究所的存在，剩的资料只存在真无存储权限顶级10以上的高级干部记忆中。除此之外的人嘛，对着研究所的存在共款步上互销毁的命运，一切拢是为了彻底保护机密。知影总保厝的人愈少愈好，笔记中约着一张猎鹰纸的纸。机密真无存储权限名单。顶级节Oswell S 死亡 ，Panic P 狱中，晋人 T 死亡 ，Jenny K 所在地不明 ，Charles M 所在地确认真无受记了杀害。顶级9 Fernando B 死亡。Blank E 死亡 ，Isabella C 死亡 ，Greg A 死亡 ，Lee
，DC 哦，Mike KC 哦，Ethan 哦，WC 哦。